后来继续来到宜兰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今仔日透早，伫个宜兰南方澳仔来起驾咯。今年这特别是用海陆联合的方式绕境3天，早起8点离南方澳仔渔港，758台的渔船载着80尊的妈祖来起航，阁有军舰游轮伫边仔咧喷水条，这个场面是壮观热烈。 乒乓球的炮啊声，加上军舰游轮伫边仔咧喷水，一只搁一只渔船在妈祖的身上，对南方澳渔港出海。900只渔船，场面是真壮观，伫边仔咧看民众跟翕相。很好啊，天气又好，风和日丽啊，马祖绕境很有意义啊。 这是今年的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早是8点出海，总共80尊的妈祖参与。所有甲头城渔会总共出动158只渔船，13只的小红船护驾。这嘛是第一次举办海陆联合绕境，阵势非常大。今仔日看到咱的人山人海，人这么多，表示呢，宜兰人、台湾全省的人对妈祖的这种尊敬。 宜兰官府一透早就举行参拜仪式，也佫有送出限量的妈祖平安符。这次为期3天的绕境海陆大联合，吸引不少人参与，嘛有不少民众踮咧2桥，准备体验台湾妈祖的民俗文化。